歡迎嚟到微保律師文，今日介紹大家呢個低脂南瓜牛肉拌飯食譜呢。咁你首先呢，就準備一啲牛肉、南瓜、糙米、白米、青葱、大蒜、生抽、蠔油、料酒、白胡椒粉咁啦，或者其他植物油、鹽同埋黑胡椒。準備米飯，將糙米或者白米洗淨，放入電鍋中。按比例加水煮熟備用。處理南瓜，將南瓜去皮切成小丁，用蒸鍋蒸熟，直到變軟，然後用叉子壓成南瓜泥備用。將牛肉切成薄片，用生抽、蠔油、料酒、白胡椒粉同埋一少少鹽醃製15分鐘。喺平底鍋中加入少許橄欖油，放入大蒜炒香，然後加入醃好嘅牛肉。快速翻炒till牛肉熟透，根據個人口味可以加點黑胡椒。將蒸熟嘅南瓜泥同埋炒好嘅牛肉混合喺一起，把半均勻喺碗入邊，放入煮熟嘅米飯，將南瓜、牛肉混合物鋪喺米飯上，撒上青葱末，最後根據喜好可以加上一啲黑胡椒或者辣椒粉提味。大家記得點讚關注我哋。